过如此，就凭你们也妄图通过冒险之路抵抗我？什么人？哦，一个人就来了吗？在下 Super 1号军特意前来讨伐恶龙。年轻人可不要太自信了。非常有信心，你看我一个人一组就知道了，我一个人顶他们3个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敢如此猖狂。